报道。外来种的鸟仔家庭伫国内生团是愈来愈多，嘛威胁着本土种的家庭，可能剩无到1000只。农委会嘛公告讲，即种本土种的家庭是二级保育类的鸟仔。最近有民众伫台东的地上翕到一款喙白白的本土家庭，咱做伙来看卖。东部一支稻作开始收割，挂稻机后壁缀着一顶黑色的鸟仔，随着挂稻机行，数量真多，也毋惊挂稻机发出的声音。农民讲，这款的情形已经定看也惯习啊。割完的时候，它旁边都会有小小的虫会跑出来啊，它们专门都在吃虫啊。这种摸着黑色毛的鸟仔是外来种的家庭，伫全台乡村地区四季拢会当看到。因上喜意伫边部有排水孔的所在繁殖，会当讲伫有孔的边部生态地拢互因占了，也安尼严重压缩本土种家庭生存甲找食的空间。本土种家庭的数量愈来愈少，全台估计剩无到1000只。也毋过最近有鸟友伫地上记录到一对本土种的家庭，喙含着虫飞入一个边部的孔内底饲细只家庭。这款的发现，互生态工作者真欢喜，也毋过也烦恼伊互外来种的家庭赶走，生存真无简单。外来种八哥相对的比较占据优势是，它会利用人类的一些孔洞或者是建筑物来做筑巢的动作，而且它会跟原生种的鸟类八哥跟麻雀等等的一些原生种鸟类产生气味上的竞争。本土种家庭已经互农委会列为列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鸟类。鸟友讲，本土种家庭的喙是白色的，甲外来种家庭的喙是黄色的无同，真好辨认。即马伫野外，外来种家庭拢是规定活动，本土种家庭的数量真少，只会当拍拼求生存。生态工作者呼吁相关单位需要更加积极的保育作为。记者综合报道。第40